不过精彩表演来看一个较严肃的话题，南部地区有居家检疫的人呢，跨年暝拍走，一个伫高雄，两个伫台南。台南这个案例，一个走去 KTV 唱歌，一个坐客运上北，分别互人罚20万甲30万块。台南市长黄伟哲透早参加新年元旦升旗典礼时表示讲，这款的行为真正是不应该，无重视家己的健康，嘛无重视别人的健康，这款行为真正互人无法度用稳。阿伯，你袂使走啦，你袂使走。这位查甫伫客运phòng请来，警方阁穿防护衣，因为这位查甫爱居家检疫。31号透早，伊摕着行李，向离开检疫旅馆，坐客运要上北。警方接到消息，伫国道甲查来。其余的乘客及驾驶留下姓名及联络方式后，提醒其应落实自主健康管理。伊讲是想要坐车来台北，互医生看。不过因为违反防疫，互台南卫生局罚30万。所以也不知道多少。警方到 KTV 来检查，台南这位张姓的查甫同款的居家检疫，20号对马来西亚入境，才检疫第11天，就来甲朋友唱歌，违反规定，罚款20万。超过2个小时，施个案情节加重处分，最高可处100万以上罚款。有一位伫高雄对检疫所走出要去台南，防找到了，随行开罚单。离开居家检疫的这个时间点，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因此我们基本上就是以20万作为这个裁罚的基准。那么为什么在居家检疫的时间还这样子啪走，造成防疫的可能的破口，以及全民的共同的唾弃？台南市长黄伟哲一透早伫新年元旦升旗，搁一摆来强调，对这无遵守防疫的状况，无法度接受和吞论。若是违规，就送去检疫所隔离，而且会来罚钱，绝对袂宽待。